来看桃园今年推出平行道弯路，倒一款道弯的专用道，也毋过有民众指出讲，伫一条路短短850公尺，双向设5个专用道，等到造成塞车。交通局是表示讲，目前全市有设126个平行道弯的路口哦，平均停等的时间是减少超过8秒，嘛继续来检讨改善。车路车来来去去袂少，这段延平路是平镇重点往来的重要道路，为中丰路口、德育路口到康乐路口，短短850公尺，双向设5个平行道弯，部分使用率无悬，反倒来造成上下班时间大塞车。可能自己是为偏心而偏心。换的当然是比较好，比较安全啊。问题是说这马路不够宽啊，会塞车啊。对啊，到时候只要上下班的时候，车子很拥挤，常常堵车，从中丰路口一直堵。它因为左转弯道要等红绿灯等很久，那边的车道的车子就一直堵到这边来，以前都没有这个现象。针对偏心道外要人批评部分路段引导做划线卫生底。赛车人特别到路口才看到根本未负反应，交通局回应，桃园市大多为已经靠进行中的都市，暗过道路交通环境，大部分是老旧都市计划，为解决交通塞车问题，可能用下减路径、车道删新或者是打图中央分隔道这方式增加长久长度的道环附加车道。以肇事数据显示，每日的肇事从0.67件降低至0.36件，显示平行左转亦可作为改善肇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交通局表示，去年开始推动偏心道弯路通计划，为改善大点式路口拓展到沿线路段整体规划，优点扩大到线。目前完成160个路口改善，整体平均停等时间降至8.87秒，会继续检讨兼顾地方需求，甲路口通行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